好，咱要先来关心的是新德县的德北，今仔日早起传出真侪所在拢有瓦斯漏射意外，伫中正东路就有大楼发生爆炸，上无是3个人受伤，其中阁有一个少年家，伊是规身躯超过9成拢烫伤。也那即个爆炸的原因，初步调查是管线受损造成的。这县府是表示会帮助受灾户申请国赔。乌烟冲到天顶，无偌远的所在也不出大火，消防人员马上赶到现场，出动真侪台消防车、舀水线拍火，分推车先控压水。其实早起8点外，新德县德北中正东路顶悬有大楼传出瓦斯气爆，各连线出现大火。就一下嘣的一声，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下来才知道9楼爆炸。其实还没爆到，今天闻到很重的。就伫一年吧，真侪物件为顶悬落落来，就连冷气机也大飞到外口。民众是惊甲倒袂离，也阁有住户受困伫内底，消防员马上紧急找找，现场路苍苍，再去陆续救出10个人。有1名民众在消防队在报案之前，他们已经就把民众送到医院去了。那个民众是受伤比较严重。消防员讲的受伤人是16岁少年，因为气爆关系，全身91趴面积受烫伤，伫到护病房插管治疗。伊妈妈甲阿姊身躯也拢受伤。年轻的小孩子现在在加护病房，真的是需要政府真的要出面处理这件事情。就是在睡梦中，墙都倒了，真的是有点夸张。中港病院回应，少年目前生命现象稳定，不过也无脱离险境，咧全力抢救。不过一场气爆也互未少住户无厝通转去，大楼真侪所在拢受害去。新德加速公司也强调，那民众提出赔偿一定专业负责，因为规个事故初步判定是为家来。中正国小旁，它一个整压站，轴流阀因为有杂物跑进去，所以造成皮膜受损，压力过高，民众在使用上可能点火会造成火焰过高。加速公司初步检判，因为一个正压站的直流阀有垃圾物件入去，皮膜受损，致使强压过大。除了中正东路起爆造成300多户受影响，台湾街、三民路、和平街、甲公明地街这所在拢传出加速外泄，加早起8点外都受25件，连主体火警要12件。把漏气的地点全面的做一次清查，等到安全无虞才可以继续工具哈。新德县府强调，当场民众医疗费用超过10万，每一个人补助10万，按险救助部分每人5000，每户上侪补助5人，也协助受灾户争取国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